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10月27號，我係 Anna， 去咗觀塘同埋荃灣食呢個台式下午茶套餐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搭港鐵牛頭角地鐵站 B6 出口，上咗樓梯，第一個街口轉左，鴻圖道直行，未到鴻圖樓前一個街口就係鴻圖道28號阿元來了呢間餐廳，門口都擺放咗40蚊下午茶嘅餐牌。入門口好細，但係餐廳都算係一間闊落嘅小店，有好多昔日台灣懷舊佈置嘅擺設，有車站同埋戲院等等，都播放咗啲台灣音樂，幾有特色。阿元來了牌片嘅下邊呢，就有各款食物嘅燈箱。木製嘅餐台椅，水不可以自行斟水，有40蚊下午茶嘅餐牌，都可以用 QR code 落單。43蚊嘅台南擔仔米粉呢，好足料。今日呢係嚟試下呢個台南擔仔米粉嘅，賣相呢都已經相當吸引嘅啦。係有啲滷肉啦，同埋呢係有豬肉貢丸。有一片滷水蛋，同埋呢有隻蝦嘅，同埋呢啲米粉睇落去呢都一條條幾爽口咁樣。滷肉碎呢都好滑嘅，醃得又好入味，調味調得啱啱好，又唔鹹，夠晒野味。滷水蛋嘅熟度都啱啱好，蝦都新鮮爽脆，甜味彈牙嘅。滷水貢丸都 Q 彈爽下，湯係清甜又唔肥膩嘅，所滑嘅米粉索咗啲湯，相當好食，都配咗芽菜，都配咗優惠價15蚊嘅皮蛋豆腐，有少少失望。呢個凍嘅皮蛋豆腐呢係加咗蔥花嘅，皮蛋嘅味道呢比較攻鼻，豆腐呢又淡而無味，唔係好 match，食落去呢好一般。呢餐一個人就食咗58蚊，唔使加一。值得推介嘅就係台南擔仔米粉，跟住再搭港鐵去荃灣地鐵站 B 出口行10零分鐘，去荃灣廣場呢條大壩街行到尾，就到咗懷舊台灣風味嘅老式邊餐廳，門口擺放住餐牌。餐廳嘅佈置呢幾有台灣小店嘅特色嘅，簡潔舒適。係有2層嘅，都係用 QR code 落單嘅。今日嚟試下呢間老字號42蚊迷你滷肉飯加鹽酥雞下午茶套餐，仲配咗古早味冬瓜茶，仲另外加咗個46蚊嘅台北蚵仔煎。今日呢嚟食呢個台北滷肉飯下午茶，滷肉嘅份量唔算多。有一塊醃製嘅黃瓜，酸酸甜甜咁幾好味。個麵豉汁呢調教得幾野味，肉呢係本身比較肥，但係呢都腍滑好食。呢個珍珠飯呢煮得比較腍爛嘅，但係配埋滷肉食都幾好味。小食呢係配咗呢個鹽酥雞嘅，鹽酥雞呢份量都幾多嘅。外皮呢都炸得幾鬆脆，但係就略嫌帶乾。裏面嘅肉呢都好嫩滑嘅，但係呢就冇乜味，醃料唔夠野味。同埋呢要咗個蚵仔煎嘅，46蚊嘅台北蚵仔煎，你睇賣相幾靚，夾起嚟俾大家睇下。啲蚵仔呢都相當，啲蠔仔呢都相當之大粒下。望落去都覺得好新鮮，同埋呢係配咗茄汁嘅，味道相當之好。茄汁嘅味道調校得酸甜做適中，野味好食。仲有配菜嘅小白菜，新鮮大粒嘅蠔仔，粒粒都醬卜卜嘅。再配埋地瓜粉溝成嘅蛋餅，煎得軟糯好食之餘，又有濃濃嘅蛋香味。呢個台北蚵仔煎呢，
蚵仔大粒之餘呢，粒粒都係同樣 size。蚵仔嘅份量都幾多，實在係大滿足。台北蚵仔煎呢，慣性係配咗小白菜同芫茜。呢餐一個人就食咗89蚊，唔使加一。值得推介嘅就係台北蚵仔煎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 menu，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